안녕하세요，歡迎收睇 Toxic Baby 嘅大叔韓星直擊。Toxic Baby 超興奮啦！今日2025年11月13號，我嚟到咗 Disney Plus 2026年嘅節目巡禮發佈會現場，即將會見到我嘅偶像元彬、李棟旭、朱智彬，現場仲會有池昌旭、都敬秀等等。今年 Disney Plus 嘅節目巡禮喺香港迪士尼酒店舉行，上年係喺新加坡，同樣係星光熠熠㗎。元彬上一套劇已經係2019年嘅《愛的迫降》，等咗6年，終於等到元彬嘅新劇啦。今日節目巡禮嘅重頭戲，正係元彬嘅新劇韓國製造嘅試映會。試映會喺今日下晝4點20分進行，預計試映之後，台上會有元彬嘅分享環節。李棟旭2026年將會有《殺人者的購物中心》第2季上線，佢今日亦都會嚟到現場。Toxic Baby 超期待可以見到佢呀！《殺人者的購物中心》第1季2024年初上線嘅時候，人氣非常高。李棟旭喺隧道攞住大槍掃射嘅畫面 ，Toxic Baby 仍然非常深刻啊！如果未睇第1季嘅網友，就快啲去睇啦！元彬嘅新劇韓國製造，故事背景係1970年代嘅韓國，當時係韓國社會非常動盪嘅時期，例如有朴正熙發動政變，政府鎮壓工人同學生示威活動等等。劇入面，元彬飾演一個鍾意錢又鍾意權力嘅人，鄭宇盛就飾演檢察官，佢嘅目標就係要阻止元彬做壞事。5年前 ，Toxic Baby 曾經喺一條片入面講笑，話希望可以做到元彬嘅香港區經理人。估唔到5年後嘅今日，雖然呢個宏願冇實現，但係我就竟然嚟到咗元彬新劇嘅試映會，真係好似發緊夢一樣，感動到想喊啊！多謝 Disney Plus PR 嘅邀請。真係好緊張啊 ！Toxic Baby 暫時講到呢度先，我要去準備迎接我嘅超級偶像啦！有新消息 ，Toxic Baby 會再為大家報道，或者直接出短片，大家記得留意啦！仲有記得讚好、分享 Toxic Baby 嘅影片，同埋訂閱 Toxic Baby 嘅頻道啦！안녕，拜拜。